搿吃伐？搿不吃，来搿吃伐？啊不吃个，搿吃。啊不大吃个。不是，搿么搿我只吃伐？啊，搿么搿能介，我不能。方老师，吃了以后心跳了老快个。也不吃。搿方老师，你到底吃点啥呢？矿水好了，矿哎呀水吧。，矿泉水倒正好没了，要是。没个，弄眼搿自来水也可以。哎呦，方老师，搿东西我开心啊！自来水嘛，搿么搿能介，我一定帮侬准备矿泉水，我现在太激动了，方老师。方老师，我觉得这个老幸福，哪能会得哪能晓得嘞？这个，本身我是1号了，1号阿拉妈是7点钟到此地，没想到侬6点多侬就到了，哎呦我这个，应该阿拉早点到哦。哎是老人家介难得个。是。啊，前头吃太忙了，侬那个，侬帮侬妈讲啥？我进来。那还不到，是噻，我就帮你打只电话。妈好来了呀，妈。哎呀，阿爸来了！哎呀，来！哎呦，方阳峰老师，这个，赶紧走了！哎呦，方阳峰老师，这是牛妈妈，杨爸爸，叫成家出来，牛爸爸，杨妈妈，哎呀妈！方老师，哎呦，杨慢走了，哎呦，王老师啊，方老师，我这都讲了，这个刚好是大毛讲7点钟侬来，那么我想阿拉做个提早点来，想不到阿拉来了，侬已经老早到了，侬应该假吃没个，假多，平常辰光我一直迟到，但今朝一定不好迟。哦哟，扒了鼻子了，方老师，因为他儿子太孝顺了，这个前头吃忙得来哦，老忙，你寻了我交关趟数了，所以讲呢，搿2天空下来了，一定要来。哦哟，所以讲，介孝顺的儿子，侬阿拉要支持。哦哟，这个，哦，方老师啊，哎，杨妈妈，我老欢喜侬好谢了，讲呀，我老欢喜侬了，谢，侬讲呀，侬讲。我老欢喜侬了。好了，老太婆了，现在看来我真的老欢喜侬的了。等了屋里向面一直方阳峰老师帮了，现在看到了那个不吃汤的了，早就一讲就讲了。爸爸，侬欢喜杨妈妈？方阳峰老师，方阳峰，我这都讲你，我这个我那3个儿子应该不怕用上的，哪好门的呀我？妹妹来，我今朝特意来的，侬慢慢点哈。一个。那老太婆侬不快点，侬主要了，侬知道，方老师啊，就要紧张呗。我呢一直看侬的戏的，侬演戏我常常看哦。这倒真的了。台上想侬真的老漂亮哎，没想到台下头侬更加漂亮了。不是，妈妈，侬这2只手不要和他碰，侬就好好的。哎呦，我这个。侬哪能保养啊？我讲拨我听听啊。我个人啦，实际上是蛮懒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化妆以后我是蛮欢喜蛮注意搿个清洁，因为阿拉化妆，侬晓得台上向老浓。侬好像我个人又欢喜发头头，所以讲呢一定要弄清爽。还有一个呢就像侬啊，心情也蛮好，开朗，侬也老年轻的，好了，心情好年轻。还有一个呢就讲想吃啥吃得了，困得着。就是这种，搿是最大的这个秘诀啦。想得开。哎，对。方阳峰老师讲了老通俗的了，告诉你写妆的就写得清爽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吃得好点，对吧？对个，我侬当翻译了。方老师，侬平常其他好像越级名家哦，讲闲话的辰光，搿上海话侪有绍兴口音，侬哪能一样嘛？听了这讲了老正宗。搿可能一方面是语言的天赋啊比较好一点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受搿种社会的熏陶，因为上海啦一定要学会讲上海话，搿能出去以后大家会得交流起来比较好交流方便。就那方老师，侬是上海人，是上海人吗？我是宁波人啊，宁波啥地方？方老师宁波人啊，中海，镇海，镇海人，中海哦，你是吃黄泥喽？哎，哦，海腔哈那个，海腔，好幽默。方老师啊，我看过侬交关戏哦，侬蹲辣舞台上演出，又要演古装戏，又要演现代戏，搿么冬天嘛扎了老少，天热嘛扎了老多，哎，侬难过伐？搿天热伐？天冷么冷死脱，天热么热死脱。人家讲嘛，叫热死脱个花梨，冷死脱个花旦。因为哪个花旦衣裳勿好穿多的嘛。漂亮了。哎，跟侬想，我演林黛玉，侬要是里向穿件棉袄来，还冬天难变大服了，是吧？所以讲，不好穿啊。所以讲里向一件衬衣。
外头就是10个以上。观众认为他唱戏的人开开心心、轻轻松松。人家只看到阿拉，哎哟，观众喜欢啊，哎又开心啊，台浪向打扮得来漂漂亮亮，老漂亮。但是阿拉台下头交关物事付出的，那侪看不到。所以讲，我今朝勿讲，㑚侪勿晓得。像阿拉花旦咯啥，衣裳穿了薄体面。侬像老生啊、小生啊，不对。因为阿拉侪是女的，对，穿嘛。因为有辰光人长了小，伊底下要穿棉袄，那就你敞开来，敞开来，有的真的就做是。下来有的衣裳搿小棉袄都是湿的，葛老师跟老讲了，这个做演员不容易。那个方向峰老师，我想问侬个问题，阿拉个老太婆呢是侬个戏迷，伊迷到啥个程度？我讲拨你听听啊，你让我半夜里啦，有得绑跑起来拉牢我头发，我想看方向峰个绍兴戏，晃一拐我去。所以说他讲肯定没搿种机会。真个这个点里了，我比吓都吓死了。你给我弄。真的有。我生活当中啦，比还要迷动的人有。前两天刚刚碰着一个人，啊，等个车子，我车子已经坐上去了，要准备要回去了，开了跑了。一个人等了外头，亚芬姐姐，亚芬姐姐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讲车子，帮我拍张照好吧，跟我出门游下来，游下来看，我眼睛不瞪不瞪不瞪3天，对了，我想搿人比我老交关嘛，然后就最起码好做我阿姨最起码。几岁？大概几岁呢？我想60几岁。 60几岁就嫁。我心里想，可是我一下子老难过，我想，难道方老师看上去最多年跟我姐姐，跟我后来想呢，可能人家现在社会高头叫小姐啊、小大姐啊，我伊想不出叫啥么子好，想不出啥个称呼来了。亚芬姐姐，因为看网上交关人侪叫我亚芬姐姐，所以讲伊也叫亚芬姐姐。搿种就讲，但是呢，伊真个侬拿窗门摇下来以后。 伊也不晓得讲啥么子，侬叫我拍张照好，我没黑个灯也没个拍啥，不要紧个伊讲。就加了，刚看到是这回头够了，来，咖啡机。哎呀，这叫矿泉水。哦，刚做一个，刚做一个。各位方老师，我想问侬啊，就是我是个戏曲爱好者，我老欢喜看越剧的。我80年养的。 80后，80后。那么我记得就是讲，我辣6岁的辰光，小辰光6岁的辰光，6岁的辰光了，正好了一场大毛病，脑膜炎，我送了医院里，不要讲出来呀。最聪明的侬讲伊脑膜炎，这个也好了，已经好了，老早应该讲得。泥毛，我最小的，泥毛马上就好呀。3毛么应该伊呀，人家3毛么搿只伊不对了，关于伊只头的问题，我没叫讲拨侬听啊。那我6岁的辰光，我记得有一趟过春节，过春节我不晓得看到是侬啊，电视里向就是白娘娘、许仙、小青青，对，侬做白娘娘是吧？哦，春节春晚，侬参加春晚，侬激动啊？紧张了。 年纪小哦，紧张倒也不晓得哪能叫紧张。出生就懂，不为虎啊。好了，我怕到底侬个牛伯伯呢？不怕虎，牛不怕虎，啥人有说虎的吧？没的。所以讲，搿辰光呢，但是一种老用心的，因为想想，20、30夜里向介许多人在看哦。阿拉屋里向人不要讲是全国人民，阿拉屋里向人首先讲，肯定看，搿是肯定看。像我宁波出来，现在到中央电视台去，多少回答，多少对，你搿点想法真的好，我宁波出来，搿那个。对吧？但是呢，有搿能一趟机会，真的是老难得。搿称谓王老师搿能样子，就是讲侬辣盖搿演戏当中还有啥有趣的事体？有趣事体啊！蛮关心。 最有趣嘛，台浪向出洋相啊！侬出洋相，看到我出洋相嘛？搿么交关那无像阿拉讲布台啊，能够布脱嘛，就能够。侬自家也有啊？有，每个演员侪会得发生搿种事体。我勿能够保证讲我搿辈子做演员，我从来不出洋相，绝对没个。前2天唱《碧玉传》介熟个戏，我还出洋相了。伊拉蹲辣台旁边瞧，哎哟，老多面碰上新人。哪能桩事体？他是辣外地演出折子戏，我前头只是蜡封机，挨下来我真的是团场人。那么蜡封机的40几分钟了，我想慢慢点来好了，弄衣裳。
门店穿，头套先戴好。阿拉舞台搿头跑得来，叫了我张亚芬，快点抢账！我做啥？唱错脱了，唱到后头去了。啊，我唱到后头去了，还有多少辰光？没几分钟了，40几分钟。现在刚开始都唱到后头去了。阿拉服装化妆对了我啊，伊拉帮我抢账啊，穿服装弄好之后讲警报解除，我哪能又唱回来了？方老师啊，今朝侬能够到阿拉小区搿只咖啡馆来哦，阿拉阿爸妈真的开心，阿拉侪开心。那么侬总归随便哪能总归帮阿拉唱一段侬。唱啥么子？你轻松了，这可以。我第一次。下了一首。杨妈妈，你清扫唱好只要廿几分钟。搿大不得干，侬如果唱到夜里，阿拉皮头铺盖。那么侬唱一段，阿拉过年头呀。越剧嘛听了蛮多了哦。是。那么唱点上海人本家戏啊。啊，舞剧啊！哎呦，你都忘了说舞剧了。好，因为呢，伊拉舞剧院演出辰光，我好像也唱过2句。哦。啊，大雷雨里向。花开花谢年年夜。哎呦，醉了！绣破美景不长彩。寺中的鸳鸯共溪水，绣破风吹浪打要两分开。这样。哎呀，西南的朋友，你的刚刚上来了。哦，对个，上趟网上我看见啊，高里向阿拉个方老师对伐？是三少，哪里三少？对个，这啥晓得了？哪有小？文少肉青少，祥林少，还有少，啥说？会得唱京戏的阿青少。清扫来的。好，第几唱起来老吃力的了。京戏唱到要立起来唱。来。唱阿里头好啊，那可以讲讲。左房知道。知道。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16旁，来的都是客。全凭嘴张，相逢开口笑过不思量，人一到他就亮。有什么周详不周详？别急，侬唱得介好，到了我手上，我老开心。